喺4代住宅嘅衝擊之下，呢啲曾經不可一世嘅發展商，呢啲曾經高鬥到不得了嘅樓盤，喺而家呢一個 moment 亦都不得不向市場低頭啦。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叫做盤點一下近段時間喺中山劈價劈得最狼嘅幾個樓盤，我會用我嘅專業建議去幫大家去分析呢啲項目究竟可唔可以買。OK， 歡迎翻嚟 TT 嘅 channel，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近段時間咧就忙住幫大家去做地段嘅分析同埋二手樓嘅拆解啦，亦都好耐冇幫各位街坊去講講一手樓啦。今日咧亦都係篩選咗5個近段時間降價最犀利嘅樓盤，咁 TT 亦都會將佢降價原因同埋項目嘅情況幫大家去梳理清楚。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啦，記得 like 下支持一下 TT。咁廢話我就唔多講啦。喺3月31號博愛7路嘅華鴻景悅圈，亦都係推出咗全新嘅王炸優惠。大裝修特價11,000蚊一個方，係啊，大家冇聽錯，係11,000蚊一個方起啊！咁呢個項目嘅話咧，亦都係曾經不可一世同埋非常之高鬥嘅一個項目嚟嘅，因為成個項目嘅話咧，佢係可以望得到成個中山嘅 golf 全景。咁要知道啦，當年呢一個項目係去到25,000蚊到30,000蚊一個方嘅，咁可以睇得出其實發展商呢次嘅一個優惠力度咧係比較大嘅。咁我再補充一下啦，呢次優惠嘅係部分嘅房源啦，咁單價最低就11,000蚊一個方起，總價嘅話咧最低係去到112萬，咁全部都係集中喺2號樓、4號樓同埋6號樓。目前嚟講嘅話咧，亦都仲有唔錯嘅樓層係可以去選擇嘅。咁當然，如果各位街坊想要揀到好啲嘅樓層嘅話咧，我諗你就要行快少少啦。咁如果係驚嘅話咧，亦都可以叫 TT 帶你哋去現場去實地去考察一下。咁我再根據呢一個特價嘅情況下啦，其實 TT 亦都係睇咗個成個項目嘅一個總嘅一個分佈圖。咁主要嘅話咧就係集中喺2號樓同埋4號樓。2號樓同4號樓嘅話咧，都係靠住呢一個博愛7路嘅。咁可能相對於嚟講，噪音係必不可少噶啦。咁6號樓嘅話咧，會更加靠近呢一個景觀路啦，會更加安靜啲啊。咁2號樓嘅話咧，佢就係有98方嘅同埋133方兩隻戶型。咁前者嘅話咧就朝南，後者嘅話咧就南北對流。4棟嘅話咧就係112方同埋146方嘅戶型，前者嘅話咧就係3房2廳2衛，後者嘅話咧就係4房嘅大平層。咁其實6棟嘅戶型咧係最多嘅，分別嘅話咧係有146方嘅4房東向、155方嘅東西對流、162方嘅東西對流。咁雖然呢個項目而家係賣緊11,000蚊一個方啦，但係佢咧而家已經係現樓同埋已經係裝修好噶啦。咁佢嘅交付標準嘅話咧，我覺得亦都算係唔差嘅。咁佢就會送全屋嘅品牌風管機啦、廚房嘅淨水系統啦、煤氣爐、抽油煙機、高端嘅自動馬桶等等等等啊，應該算係豪宅嘅一個標配嚟噶啦。咁第4嘅話咧，就係呢個項目佢嘅容積率係好低嘅，同埋佢景觀咧係好靚嘅。成個項目嘅容積率嘅話咧，僅係有1.99嘅啫。景觀嘅話咧，亦都係非常之優秀啦。一共6棟高層呈現 L 型嘅一個佈局，形成咗戶前面都係冇遮擋嘅。咁樣嘅一個排佈嘅話咧，就係可以令到每一棟都有佢自己嘅巨幕陽台啊。咁項目嘅話咧，其實就係位於博愛7路同埋景觀路嘅一個交匯處啦。博愛路高速口其實一腳油就可以到噶啦。基本上講緊幾分鐘就可以去到深中通道，直達深圳去到寶安機場嘅話，你應該係36分鐘嘅一個車程。咁呢次嘅降價嘅話咧，亦都係非常之可以嘅呢個價錢，顯示咗發展商嘅一個誠意啦，證明佢真係受夠咗市場嘅毒打啦。咁當然啦，我哋講完優點嘅話咧，亦都會同大家講一講呢個項目嘅缺點啦。第一個，2棟、4棟係靠近博愛路嘅，一定係會比較嘈嘅，尤其係113方嘅2間房。咁所以如果各位街坊係考慮呢一個戶型嘅情況下，廚房隔離嗰個生活陽台咧就一定要做好封窗啦。咁第二咧就係戶型啦。講真一句，喺當前嘅市場下啦，呢啲咁嘅幾年前嘅產品，佢個戶型咧的確係叫做一般咗少少啦。公攤嘅話咧亦都會比較大。咁當然啦，對於中意景觀嘅街坊，其實呢個盤真係 OK 嘅。咁同樣地，博愛路最近亦都係有一個盤推出咗特價，其實咧就沒有最筍，只有更筍啊！咁同樣地喺上個月啦，博愛7路上面嘅網紅盤傲風天宇亦都係有大動作嘅，加推咗全新嘅11號樓啊！咁據我了解啦，目前推出嚟嘅11號樓亦都係稱之為斷貨王嘅。
點解呢？因為佢入面嘅話咧有一隻產品係113方嘅戶型，咁呢隻產品嘅話咧，佢亦都係推出咗前所未有嘅驚喜價10100嘅單價。咁佢整體嘅一個價格空間嘅話咧，就係1萬到11800左右。咁可能對比前幾個月放出嚟嘅特價優惠價1088888，直接係減咗幾百蚊一個方，而且佢呢次賣嘅11號樓咧，佢係唔靠路嘅，唔單止係做咗特價，而且咧佢仲送俾你全屋嘅一個家私家電嘅一個禮包基金啦。咁其實睇到呢個價錢咧 ，TT 亦都係忍唔住去到現場一探究竟啦。咁根據項目嘅一個工作人員介紹啦，全新加推嘅11號樓嘅話咧，佢其實就係位於成個項目嘅高層住宅嘅最後一排，遠離咗博愛路啦，基本上就聽唔到聲噶啦。咁呢啲樓棟嘅話咧，亦都係2梯4房24層高嘅。咁涵括嘅面積嘅話咧，就係包括咗88方同埋120方嘅一個戶型。咁其中前面嘅話咧，就望翻小區嘅一個園林啦；後面嘅話咧，就望翻三景啦。咁至於價格方面嘅話咧，呢次亦都係俾出咗震撼加推價10100每個方。咁其實相對於之前嘅10888咧，個價錢會更加優惠啦。起碼喺之前嘅2號樓同埋3號樓同埋5號樓嘅基礎上面，就平咗足足有600蚊一個方，即係每套單位劈價至少係有5到7萬蚊不等嘅一個價錢。咁同埋喺呢一個基礎之上咧，項目仲送咗全屋嘅一個家私同埋家電嘅一個禮包啦，亦都係比較誠意滿滿嘅。咁亦都係叫做幫大家去拆解一下呢一個項目嘅戶型設計啦。咁呢個斷貨王113方加推咗之後，我相信其實好多街坊咧都係會中意嘅。加推嘅11號樓，咁佢嘅產品究竟係點呢？我哋先嚟睇下望小區園林嘅89方同埋望三景嘅88方，呢兩個戶型嘅格局其實係相差唔大嘅，都係傳統嘅樹廳佈局，3開間朝南嘅一個設計，即係我哋所講嘅樹廳啦。不過因為朝向唔一樣，所以入戶嘅玄關同埋廁所隔離嗰間房嘅位置咧，兩者都係有所唔同嘅。同埋餐廳嘅開間咧，89方咧係去到3.4米，88方嘅話咧會更加闊落啲，去到3.5米。咁113方嘅戶型嘅話咧，其實就係成個項目嘅一個斷貨王戶型啦。呢個產品同樣都係樹廳嘅設計，3開間朝南嘅一個設計啦，咁雙陽台啦。整體嚟講嘅話咧，你可以將佢當成89方嘅一個 Plus 版。咁呢隻113方唔單止係客餐廳南向嘅主次臥嘅開間會更加大啦，而且主臥嘅話咧係會多咗一個洗手間嘅。咁一家人嘅話咧就唔使爭廁所啦。咁至於最大面積嘅120方嘅4房，亦都係一步到位改善型。我覺得呢隻產品嘅話咧，如果你120方咧係足夠各位街坊去使用噶啦。咁唔單止呢隻120方係擁有南北對流嘅雙陽台啦，而且佢雙開間朝南嘅景觀陽台，佢嘅長度更加係可以去到7米。咁呢隻產品4房嘅話咧，基本上係可以滿足得到唔同嘅家庭、唔同嘅一個需求。如果你一家3口嘅話咧，可以將北向嘅次臥同埋隔離嘅洗手間打通，改造成為套房。靠近主人房嘅北向次臥嘅話咧，亦都可以打通做呢一個衣帽間。咁等你間屋入面嘅一個女主人嘅包包同埋衣服嘅話咧，亦都係有足夠嘅地方去擺啦。咁雖然佢嘅價錢咧就降咗落嚟啦，但係佢嘅交標嘅話咧，亦都係按照之前嘅交標去俾翻到各位街坊。咁同樣亦都係用咗一線大牌嘅一個交標啦。咁至於11棟嘅話咧，就冇重新去做呢一個示範單位。咁我喺呢度咧就通過6號樓嘅一個交標去幫大家具體去睇一睇佢嘅一個交付標準嘅一個情況。雖然咧佢格局咧係有出入啦，但係6號樓嘅交付標準佢板房呈現出嚟嘅係同11號樓嘅交標係一致嘅。整體嘅質感睇起身嘅話咧，其實都係 OK 嘅。電器嘅話咧亦都係採用咗三星啦、格杜拉斯啦，櫃就用咗呢一個索菲亞啦，燈就用咗呢一個雷士照明等等呢啲咁嘅一線大品牌嘅一個產品啊。亦都係送咗全屋嘅一個空調，咁客廳嘅話咧就係風管機，房關嘅話咧就係用咗呢一個普通嘅掛機。另外一方面，其實澳豐天悅呢一個園林嘅話咧，亦都係比較好嘅一個賣點嚟嘅。成個項目嘅話咧，就由9棟高層住宅再加58套嘅一個別墅組成啊。容積率嘅話咧就低至1.5，喺博愛7路上面嘅話咧，亦都係比較難得一見嘅超低密度嘅一個社區。成個項目依山而建，咁整體嘅話咧就用咗呢一個三體嘅一個地形，打造咗台地式嘅一個園林，同埋220米嘅一個流水長軸，景觀咧
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咁同埋佢嘅園林入面嘅話咧，亦都係擁有非常之多嘅一個樹種啦，亦都係搭配咗黃風鈴、松心紫薇、桂花等等數十種嘅一個花木。整體嚟講嘅話咧，成個小區咧就非常之安靜嘅。咁當然啦，屋苑咧仲好貼心咁打造咗半山嘅露天泳池、觀景橋廊、全齡年段嘅一個活動特區同埋呢一個會客廳、兒童樂園等等嘅一啲設備，俾到業主日常休閒去使用。咁今日對比翻咧，其實呢一個項目嘅話咧，佢就位於博愛七路嘅黃金中軸上面啦。咁其實周邊嘅一個均價有1萬嘅到11900嘅項目都不等嘅。咁雖然咧而家咧就隨住新規4代住宅嘅一個崛起，博愛七路呢個昔日嘅熱門板塊咧就逐漸熄火咗啦。但係我哋不得不承認，澳豐天裕所在嘅博愛七路板塊佔據住得天獨厚嘅一個區位優勢啦。咁同樣地，亦都係我哋好多港澳街坊嘅一個心頭好。其實一條博愛路咧串連起身就包括咗博覽中心、遠洋大信同埋悅來南路等等嘅一啲 CBD 核心區啦。咁喺澳豐天裕呢一個板塊，一腳有，亦都係可以到噶啦。可以講係衣食住行玩咧係冇問題噶啦。咁交通方面嘅話咧，亦都係可以無縫咁去接駁翻中山城東嘅一個收費站啊。上港澳高速嘅話咧，一路暢達廣州、深圳灣區等等城市，亦都係冇問題嘅。咁甚至呢個板塊佢嘅一個配套嘅話咧，亦都係喺度不斷咁去 upgrade 咁啦。中山嘅豬肉婆嘅話咧，預計喺今年嘅8月份就開業噶啦。5星級酒店嘅話咧，已經係啟動咗建設規劃。咁規劃嘅中山嘅人民醫院新院區嘅話咧，亦都係喺度逐步咁去穩進咁啦。咁未來咧，隨住呢啲配套嘅一個落地，其實呢個板塊嘅話咧，我覺得會變得更加宜居。咁值得一提嘅係，目前博愛七路在售嘅新樓盤嘅話咧，其實就已經唔多啦。分別就係隔離嘅博愛里再少少嘅尾貨，永怡最豪園嘅話咧，亦都係仲有少少嘅尾貨，同埋遠洋新天地，同埋啱先所講到樹上面嘅華虹景悅圈。OK， 咁我哋講完優點啦，咁我哋嚟講下呢一個項目，大家要注意啲乜嘢啦？咁大家要注意嘅就係2號樓、3號樓同埋5號樓嘅話咧，會比較靠近博愛路。咁無論係中高低層嘅話咧，都係會比較嘈嘅。咁同埋目前嚟講嘅話咧，樓下嘅一啲商業配套嘅話咧係欠缺嘅。可以講暫時嚟講，你買嘢嘅話咧，就要行到對面嘅最豪園嘅超市去買啦，即係行路過去，或者係行到去隔離麥當勞嘅位置去買一啲日常嘅一個生活用品。咁除咗呢個之外啦，亦都係老生常談啦。呢個項目嘅上率嘅話咧，就會比較偏低嘅。咁畢竟咧，佢已經係起好咗好多年㗎啦，而且都係舊時代嘅規劃產品。咁呢一個項目嘅話咧，就由澳資嘅發展商全資去開發㗎啦，佢係唔差錢嘅，亦都冇問銀行借過1分錢去開發呢一個項目。咁同埋值得一提嘅就係隔離嘅金色年華同埋澳豐天裕中間咧係有一幅地嘅。咁呢幅地嘅話咧，未來咧一定係會起樓嘅，係會有地盤嘅。咁亦都意味住未來可能你買咗呢一個屋苑，會伴隨住呢一個噪音同埋施工粉塵嘅一個影響。咁我哋講完博愛路啦，我哋就嚟講翻西區。咁其實3月份同4月份咧都仲有驚喜嘅，就係喺3月嘅24號，西區嘅利高廣場咧，亦都係推出咗一批特價嘅房源啦，單價8000零蚊起，仲要送全屋嘅一個空調。咁呢個價錢嘅話咧，其實可以講係叫做相當之驚喜啦。畢竟呢一個樓盤佢嘅 view 咧係無敵嘅，咁甚至乎你瞓喺張床度，亦都可以望得到對面嘅一個興中廣場同埋呢一個宣文步行街。咁呢一個項目嘅話咧，單價而家只需要8字頭啦，但係呢一個價錢嘅話咧，肯定啲樓層咧就冇咁靚噶啦。咁正常少少嘅樓層嘅話咧，就要去到9000零蚊、1萬蚊啦。咁除咗呢一次嘅優惠之外啦，其實 TT 都叫做揾咗3個關鍵嘅點，就係佢而家推出嚟嘅15套特價單位，咁可以選擇嘅話咧，亦都係會比較多嘅。咁戶型嘅話咧，就係114方到189方可以俾到大家去選擇啦。咁樓層咧亦都 OK 嘅，中間樓層嘅話咧，亦都係會比較多嘅。咁有2套8字頭嘅一個單位啦，其餘有7套9字頭嘅一個單位，同埋6套1字頭嘅單位。咁由於呢一個項目佢係開發咗10幾年嘅舊盤啦，所以佢嘅戶型設計嘅話咧，就真係10幾年前嘅舊貨嚟㗎啦，110個方，佢嘅使用面積居然只有80幾個方，180幾方嘅產品，
只可以用到140幾方。咁其實大家亦都可以計翻條數啦。如果係按照咁樣上面嘅一個得房率，咁樣嘅一個套內單價，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套內面積嘅單價係唔平嘅。咁當然啦，利高廣場佢嘅區位咧就真係唔錯嘅。中山曾經嘅一個中心地段，雖然係比唔上而家嘅富合城 Top Park，但係光景獨此一份。住起身嘅話咧，環境亦都 OK 嘅 ，location 一定係唔錯嘅。咁學校方面嘅話咧，呢個屋苑佢嘅校網咧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咁呢個項目咧喺舊年開盤嘅時候，價格亦都係穩定喺11,000到14,000蚊一個方。咁呢次推出咗特價單位8字頭起啦，其實我覺得亦都係比較實屬難得嘅。雖然呢一個項目佢嘅使用率咧就真係唔高啦，但係 location 同埋 view 都係拉滿嘅。咁呢個項目嘅話咧，我覺得如果大家係真係好在意 location 同埋 view 嘅話，你都係值得去考慮嘅。但係你一定要叫做你要接受得到佢嘅使用率真係非常之多。咁呢個項目嘅話咧，我哋講完優點就肯定係講翻缺點㗎啦。咁就睇大家其實接唔接受到啦。咁呢次嘅特價嘅話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江景房上車機會。咁當然啦，講完呢個項目嘅優點，一定係會講下呢個項目嘅缺點。咁除咗佢嘅使用率低之外啦，其實就係呢一個項目嘅周邊咧，大家見到亦都係有好多拆咗嘅地塊嘅。咁呢啲咁嘅地塊嘅話咧，未來會起文旅項目。咁當呢啲文旅項目喺度起嘅同時，你亦都會伴隨住呢一個噪音同埋粉塵嘅一個污染。咁再者講嘅話咧，就係呢一個環頭真係好塞車，一到上落班高峰期嘅話咧，呢一個 location 係塞到不得了嘅。咁最後一個啦，就係最近開賣嘅新盤柏盈利江府啦，佢亦都係帶住驚人嘅首開價嚟面對咗我哋嘅街坊啦。咁成個項目嘅話咧，佢嘅首開價嘅價錢咧，竟然係10000幾嘅一個單價。咁呢個價錢嘅話咧，如果你哋係啱嘅，就可以入手到一套純南向嘅江景3房啦。咁其實咧都係幾令人驚喜嘅。咁好多街坊又會問啦，咁呢個項目目前打造得如何啊？戶型產品又有啲咩亮點呢？周邊嘅配套又齊唔齊全啦？OK，咁而家呢啲咧幫大家一一去拆解啦。咁其實呢個項目嘅話咧，體量就唔大嘅，但係咧佢可以做到一梯一戶低密度嘅小高層啦，而且係南向望江景嘅，仲要係現房發售啦。雖然話呢一個項目嘅話咧，佢係擁有當下中山越嚟越少見嘅南向江景視野，但係項目嘅體量真係太細啦。成個項目嘅話咧，容積率係低嘅，低至1.5。佢總共咧係規劃咗2棟14層嘅一個住宅，1棟商業公寓，4棟嘅商稅，同埋1棟嘅一個公建配套。其中6棟同埋7棟嘅話咧就係住宅，咁佢嘅一個建築面積嘅話咧分別就係97方同埋115方嘅一梯一戶江景住宅盤啦。2棟同埋5棟嘅話咧就分別為20套建面大概為276方到352方嘅聯排商稅，1棟嘅話咧就為建面6000方嘅商業樓啦。咁未來嘅話咧應該都係攞嚟做公寓噶啦。咁8號樓嘅話咧就為呢一個政府嘅公建配套。咁呢個項目嘅話咧目前亦都係推出咗5套特價單位。咁單價嘅話咧，最貴嗰間12700，最平嗰間10400。咁如果要我去點評呢一個項目究竟有咩亮點咧？咁其實就係不得不提嘅就係佢嘅一個江景啦。咁佢嘅一個 view 咧一定係好靚嘅，一字樓嘅一個排布係可以令到每一戶每一層都擁有南北對流嘅通風同埋採光，亦都擁有專屬嘅一個電梯廳嘅空間啦。咁同時亦都可以享受得到頭排無遮擋嘅一個江景。咁喺中山啦，一梯一戶嘅產品咧其實本身就少嘅，90幾方嘅一梯一戶咧就更加少啦。咁值得一提嘅就係，咁其實呢個項目咧，佢而家咧就係現樓發售啦，毛坯交付，裕江府咧佢有2隻戶型，咁整體我覺得都會比較方正嘅，咁亦都係各有亮點。97方嘅3房客廳開間咧係可以做到差唔多4米啦，咁景觀陽台亦都係可以打通南向嘅一個次臥，整體又去到7米嘅一個陽台啦。咁唔加電梯廳，整體佢嘅使用率嘅話咧係可以去到96%到97%嘅使用率嘅。咁而115方嘅3房，佢嘅客廳開間咧更加係去到咗5.7米啦。景觀陽台如果係打通埋嘅話咧，你亦都係可以去到12米嘅一個陽台。咁啊結合翻3.2米嘅一個層高，使得呢一個空間感咧就會更加通透啦。呢個項目嘅話咧，佢主打嘅一個配套咧，就係可以享受得到西區彩虹板塊嘅一個配套，咁亦都可以望得到馬鞍山嘅一個舊改項目啦，同埋摩天輪啦。但係月江府佢嘅江景雖然係好靚，
但係亦都難免有一啲我哋大家唔可以忽略嘅問題，例如住宅同埋商業咧係同一個地下車庫係聯通嘅，咁大概嘅話咧就有225個車位啦，咁就意味住要同其他產品嘅業主或者係後續引進嘅酒店同埋一啲商家共享呢一個車位啦，咁可能就會造成小區內籠嘅話咧會比較亂啦。咁另外一方面嘅話咧就係項目本身咧就位於彩虹大道，多多少少就會受到車流噪音嘅一個影響。不過其實發展商咧都針對咗呢一個問題，所有戶型嘅話咧亦都係採用咗雙層嘅 Low-E 中空隔音隔熱玻璃，有一定嘅程度係可以有效咁去緩解得到呢一個噪音嘅問題。仲有就係小區其實真係好細啦，細小區帶嚟嘅好處咧就係可能你落樓行幾步路就可以出到街啦，但係帶來嘅唔好咧就係園林方面嘅不足啦，咁可以提供到俾業主活動嘅空間咧就會好細啦。咁好就好在咧，其實項目咧喺佢嘅南側咧就係政府打造嘅一河兩岸嘅一個景觀帶啦，業主日常咧就可以去到河邊去散步啦。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唔錯嘅活動空間同埋一個好嘅一個去處啦。咁以上嘅問題，如果你可以接受嘅情況下，其實呢個柏盈利江府嘅話咧，亦都算得上係一個比較唔錯嘅項目。咁畢竟喺中山啦，各位街坊又想有 view， 又想南向望江，南北對流。係咪咁樣嘅一個江景嘅新盤咧？其實真係冇㗎啦。咁價錢嘅話咧就係1萬出頭，咁仲可以享受得到西區彩虹板塊嘅一個配套，其實咧係可以考慮嘅。咁我其實覺得以上嘅呢幾個盤咧各有各嘅好啦，亦都各有各嘅劣勢。咁各位街坊咧就要理性去看待同埋理性去分析呢幾個項目啦。咁並唔係某一個特定嘅新盤咧就可以叫做適配到特定嘅人群，而係喺你嘅取捨之下，可唔可以接受得到佢嘅缺點 ？OK， 咁故事就講到呢度啦。各位觀眾朋友咧就理性去看待同埋分析翻啦。咁如果覺得我講得 OK 嘅，可以俾翻個 like 俾我，同埋可以 follow 翻我 channel 啊。咁如果身邊有啲準備翻嚟大陸買樓嘅朋友嘅話咧，亦都可以將呢一條 video 分享俾佢。咁喺節目嘅最後啦，亦都想問翻各位觀眾朋友，如果再想聽邊方面嘅內容嘅話，你亦都可以喺留言板度留翻低俾我。咁 TT 呢排嘅話咧，亦都會抽空幫大家去製作啦。OK，咁今期嘅節目咧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見啦，拜拜。